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nspiration 嘅 Brian Sir。上次同大家介紹完我哋桌上遊戲入邊嘅其中兩款遊戲，分別係 Sneaker War 同埋 Ends Up。今日就再介紹下其他我哋嘅 table game 俾大家啦。今次要介紹嘅遊戲係 Bad Bad Boom，可以俾2至6位小朋友一齊玩。呢個係一個圍繞細菌嘅策略思維遊戲，同我要喺4×4嘅卡牌入邊逐一打開卡牌。如果喺直行、橫行或者斜行入邊出現4個藍色嘅小細菌，又或者出現2個同色嘅大細菌，咁就為之受感染啦。受感染之後，同學要將嗰行入邊所有嘅卡牌放喺自己面前，再由牌庫入邊補翻卡牌放喺4×4嘅空格入邊，直到所有卡牌都用晒，有最少細菌嘅同學就為之勝出啦。喺呢個遊戲入邊，同學要翻開台面上面嘅牌，透過觀察卡牌上邊嘅細菌嘅大小同埋顏色，運用策略思維令到自己受到較少嘅感染，獲得最少嘅細菌。喺遊戲入邊可以訓練同學嘅觀察力、判斷力同埋策略思維嘅能力。另外呢個遊戲都有騷擾版嘅玩法。喺呢個玩法入邊，同學要喺有限嘅時間入邊翻開對自己最有利嘅牌，可以訓練同學嘅專注能力。除咗介紹個 table game 之外，我哋仲有好多種唔同其他嘅遊戲。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齊玩遊戲，就歡迎過嚟查詢同埋報名啦。